入門買錶有一樣嘢好多人平時唔會考慮，但揀錯咗影響會好深遠。好多人入門買錶第一時間都係揀款，地通拿定 GMT、皇家橡樹定係離岸型。款當然重要，但係手錶尺寸亦不可不睇，因為隻錶你戴上手 size 係最直接影響你佩戴體驗同埋出嚟個感覺。size 細咗顯得唔夠大氣，存在感唔夠；size 大咗又太突兀，戴得唔舒服。有時你以為40同42毫米只係差少少，但上手效果其實可以差好遠咯。點樣先知自己啱咩 size 呢？可以拎條繩或者軟尺喺腕骨對上3厘米左右位置，自然圍一個圈。注意唔使太鬆或太緊。有咗手腕圓周之後，去呢個網就可以知道適合自己嘅手錶尺寸上下限。留言 size 即刻 send 個工具俾你。以後買錶揀一隻心水款，同時都要搞清楚個 size 適唔適合自己啊！當然買錶之前亦可以用 Watch Match 睇下行情同市價，咁就唔驚買貴啦。